各式嘅春联、红包、红记记的一片喜气洋洋。这是台南新化的年会大街，每当拢吸引未少民众行春采港。2025就要开办第14届，煞有店家摕到过去的宣传单，怨叹租金起一倍。这边话市长咧做，工作迄个协办的，结果这边变较早6天早3000人，今摆变7000啊。影响很大啊，租金太贵了啊，来做生意就是不合他们的成本，他们也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意愿想要来。想要伫年会大街摆摊，就要拿7000的租金，也阁无提供水电，甚至甲进前相比，活动时间减3天，店家感觉成本效益歹，表示无要参加。同时烦恼市府若无补助，活动品质会拍折。会有推广的意义，所以在10几年前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政府是有补助的。那随着慢慢，它这个商业模式也建立了，人潮也聚集了，知名度也有了之后，它本来就应该自己要站起来。那没有道理说政府年还要贴钱。2025年将改变以往摊位设施补贴做法，那针对摊商部分采用自负盈亏、使用者付费原则。那摊商需自行负担摊位设施清洁、水电、交管等成本费用。至于付费的金额，届时会以实际支出的一个费用由摊位平均分担。新化年会大街已经拍出知名度，而且摊商有利润，经发局无要补贴，将针对活动规划也各有整体行销方面做支援。这回预计要招商170担，筹备阶段引发争议，敢袂当顺利举办，也阁唔知影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